社会新闻：台北市北投区农会理事长的选举，敢若有买票的情形。士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去搜索撮获11个人，其中包括牵涉到台铁公弊案的台北市议员陈中文，以及因老爸，也就是现任北投区农会理事长陈树忠。 检察士林地检署台北市议员陈中文对镜头发冤枉，讲家己甲案件无关系，跟我没有直接关系。然后我们已经跟检察官说明清楚，现在司法的这个调查。因为北投区农会乌西案，陈中文账户兼洪玉谈，问为了后20万交保，因某无报请回。陈中文的老爸北投区农会理事长陈树忠是10万块交保，检调接到通报。 台北市北投区农会选举牵涉到乌西，陈树忠敢若是为着要稳调，涉嫌送假单2000个威士忌礼盒，交换国大位理事答应唔参选。士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并分9路搜索。 陈树忠甲陈中文这对爸仔囝互带登的问话，隆重约谈11个人到案说明。议员收押190天交保，你有话想说吗？台北市议员陈中文因为涉嫌盗理台地公，封押195天，佮因为着胖秀英未行340公斤，去年10月总算交保。公车司机缺工的问题。 所以就这个部分呢，就几个问题跟我们的处长请教。交保了后半个月，倒登来议会问政，是讲陈中文顶一个案件也未解决，想要到即摆，佮牵涉到地区农会乌西案，佮加一条证据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